有用旧铁牛，不，旧牛车。哦，这个好早的牛车哦，车轮你看，车轮轴心也是木头的，然后35股共1股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，哦，16根木头。啊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抓主接装起来，这个很坚固的，你看那个木头那个粗，很坚固，然后包铁皮。包铁皮接触那个地面，那如果水土很烂泥泞的话，哦，很泥泞的话就还可以受得了，还可以前进的。轴心就是那个铁条，铁管啊，轴心就是用铁管啊。哦，两个轮子啊，接起来。原先木头的可能中间就是挖圆洞啊，然后穿过那个轴心啊。你看啊，这么粗的竹子啊，做了炮筒。哦，叫真善美礼炮。哦，这花种的这么漂亮。你看音乐从这边出来，这边种菜也可以听音乐啊。真善美时代广场，看庭园好美哦，要。你看啊，许愿池啦，喷水池啊，哦，你看市集农场啊，市集农场哎，你看，还有真善美时代广场哦，你看，假的牛啦，牛车啦，哦，牛车小木屋了，你看，牛车加上小木屋，贴那个古老照片了，啊，文化艺术呢。